有調查發現，30%受訪中學生受抑鬱症狀困擾，近半表示有心理健康問題，但部分學生拒絕求助。身為家長或老師，又可以留意咩症狀同解決方法？正值考試期間，小朋友壓力是否已經超標？如果你嘅答案係有或不知道，就代表你需要正視壓力指數呢個問題。情緒不穩。第一，我哋留意下我哋自身，我哋自己同埋小朋友咧，會唔會好容易就係會有嗰個發脾氣嘅狀態？好，咁我係邊個咧？我 Rosa。之前大家可能都有喺電視機啊，或者喺傳媒嗰度見過我啦。嗱，有時家長咧都會同我講咧，就係喂 Rosa，喂，點解我小朋友少少嘢啫，少少嘢發咁大脾氣？嗱，其實有時係因為咧，你可以當咧，我哋每一個人咧，每一日咧，其實我哋孭住咗一個書包仔啦。咁當日我哋遇到個挑戰咧，咁我哋就會放喺呢個書包仔啦。然後咧，如果我哋冇一個方法去釋放咧，遲早呢個書包仔咧就會爆噶啦。無論係大人或者小朋友都好。咁所以咧，其實譬如你留意到啦，你小朋友嗰排其實平時都比較冷靜嘅一個小朋友吓，但係咧嗰排容易啲，哇掹掹整整啊，少少嘢發好大脾氣啊。呢個小朋友平時都講下嘢噶，咁靜嘅呢排吓，留意下會唔會呢啲係啦，比較容易發脾氣。行為突變。小朋友平時咧比較靜嘅，但係咧話呢排好似成日都成日要逼自己去面對多啲人啊，成日逼自己好想去做一啲嘅改變啊。嗱，呢個我哋都會留意。經常感到疲勞。醫學入邊咧，其實係真係一個病徵嚟嘅，就係如果你長期覺得攰啦，長期覺得好冇力啦，其實都係代表你有機會係壓力爆煲嘅一個症狀。所以譬如我哋嘅學生都係㗎，如果我哋嘅小朋友成日都話好攰。我好攰，成日都冇力咁樣咧，呢個其實都係一個提醒我哋，佢可能壓力有啲大。食量暴增或暴減。突然之間食量大咗啦，或者暴減啦，即係以前食開嘅嘢，以前曾經中意食呢一樣嘢嘅喎，然之後而家冇食咯喎，食量暴增或者暴減咧，都係唔健康嘅。我哋喺日常生活之中有啲乜嘢可以做定準備嘅 ，check 下自己個 pulse 係啦，咁然之後咧就可以預防小朋友壓力爆煲。點樣幫孩子疏導壓力？孩子有冇足夠休息？根據美國睡眠醫學學會建議，6至12歲嘅小朋友每晚應該瞓9到12個鐘。調查發現，香港有51%嘅學童瞓唔夠9個鐘，更加有83%達唔到10個鐘嘅建議中位數。睡眠唔夠會令壓力荷爾蒙皮質醇上升7%，好容易令小朋友情緒焦慮，容易緊張，長遠落去仲會削弱免疫系統。瞓覺係可以幫助我哋嘅短期記憶放入大腦嘅長期記憶區域，所以如果瞓得唔夠，記憶只會停留喺短暫記憶區域，變成容易忘記。Sleep to remember 將我哋嘅長期記憶區連接起來，令記憶更加穩固。大家有冇聽過瞓醒覺就會冇事呢一句說話？另一個瞓覺好重要嘅原因係睡眠可以幫助減輕負面記憶。研究證實，記憶其實係一個不斷變動嘅過程。呢個發現好重要，因為可以解釋到點解所有動物都需要睡眠。Yes。睡眠唔單止可以修復記憶，仲可以幫大腦重新設定，令你清醒嗰陣可以正常運作。千祈唔好睇小瞓覺嘅重要性，睡眠其實同抑鬱症息息相關，影響非常大，大家絕對唔可以忽視呢一點。專注力問題。香港大學兒科團隊做過一項研究，由小朋友讀幼稚園一路跟進到小三。研究團隊發現，幼稚園階段每晚有10個鐘充足睡眠嘅細路，升到小三之後，每100人入面，淨係得1個會有專注力不足嘅問題。相反，如果小朋友喺幼稚園嘅時候每日瞓唔夠7個鐘，去到小三呢個比例就會大幅上升，每100個學童入面就有15.5個人出現專注力不足嘅情況。運動時間。咁同埋咧，運動呢樣嘢都好緊要嘅。咁我諗你同我都知㗎啦，就係咧，其實咧，美國嘅健康協會啦，就比較建議咧，就係小朋友每一日最少做60分鐘嘅運動啦。嗱，呢一個60分鐘嘅運動咧，比較抽象嘅。咁點樣可以量化咗佢咧？就係咧，家長們其實我都有帶嘅，有啲運動手帶，你哋有冇用㗎？係啦，其實幾好嘅，小朋友都可以用啦。係啦，英國有一個研究已經顯示咧，其實最少行到7000度咧，咁樣咧就對於小朋友嗰個情緒狀態會好啲。我想問下咧，如果我想同小朋友傾偈，但係又唔想俾佢覺得我審問佢，咁可以點做啊？青少年咧夾硬有時叫咧都叫唔到幾多嘅。即係舉個例子，我成日喺我啲青少年嗰度扮蠢嘅，即係呢個 game，我啲學生咧唔知點解好中意，又中意 Scooby-Doo Toilet 啦，係咯，佢哋而家傾緊嘢，我哋要知啦。佢要同我講佢嘅嘢，
但係依家我會留意多少少，可唔可以我入去佢個世界咧？鍾意呢啲實用資訊嘅家長們，一齊 like 同埋 share 啦 ！Subscribe Alumni G， 加入我哋國際新聞資訊圈，每週更新升學動態，下次見。